新地空军基地一台单座幻象2000战机，昨暗时8点05分出海执行夜航训练，却伫咧8点35分的时阵发生动力失效，一个飞行官食派粉弹射逃生。国军和海巡随派人搜救，找到落伫咧海面上的食派粉，随家吊挂到海巡舰艇，送到台中治疗。总统赖清德呢早起要去甲探视。空军目前是下令讲，这幻象战机全面停飞，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海巡人员大家做伙甲人摇起来，顺利救起来就是空军飞官上尉谢派粉。空军反射强军了台，加强夜航作战。因故所发生飞机失去海，飞官谢派粉驾驶幻象2000，随着按8点05分自新德基地起飞，半点钟了，回报发动机无动力。伫1分钟了，自关岛1000公尺紧急弹射。国军派 S704 加 C130来搜救，经过要到2点钟，伫暗时10点20分，点新伫外海找到人。S704 伫咧进行吊挂时阵，所发生吊挂拿故障，最甲救起谢派粉，该吊挂到海巡358艇。因故因为海流的问题，无法度停挂南寮港，所以人员改去哩海巡10011艇，并且伫咧11透早1点22分到台中的5车港，当当综合病院初步检查，身体有淡薄刺伤。非关于性命重一切。总统赖清德在1早起去解看，感谢国军无分人民保卫国家，谢派粉怎么无性命危险，状况真稳定。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非常辛苦。我也敬请国人能够全力支持国军，做国军的后盾。伫搜救的过程 ，S704 发生燃烧故障，无法度吊挂谢派粉，所以大家也关心村内3台 S704的脱险率。此次故障的小白交给维修的合约商来去做拆解故障的原因造诣的调查，目前正在执行当中。空军启动天然作业，下令幻象战机全面停飞，接受特检，也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所内护飞机的作业，调查事故原因。大家关心北部空防战力会有浪胖。这个是要非常专业的这个飞安的实地调查。不管是环境或是机械，甚至人员的因素，我们都不排除。北中南东我们都有相关的部队在24小时的做轮值战行，对我们空军的战力短时间不会形成压力跟影响。出代志幻象战机，吹在被盗团讲是去弄掉鸟啊，空军也证实这件代志，讲迄人做的检查拢符合派飞的标准。暗时伫咧飞进行的检查也拢无问题。另外，国军搜救行动所是由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主动对外说明，引起争议。空军表示会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